喺1988年，以下嘅呢位歌手喺香港登陸，因為登陸香港咁啊，係咪？喺今個星期同埋下個星期嘅派台歌直送裏面，佢都有新歌出現。因為喺1989年嘅時間呢，佢喺香港推出首張嘅廣東專輯，亦都拍攝咗電影為人熟悉。而當年呢，佢出道喺香港出道嘅時間啦都真係一鳴驚人嘅。大家覺得哇，一位浪子啊！咁你知我講邊個啦，係咪？即係如果喺呢個嘅樂壇稱呼得浪子嘅，其實得佢嘅啫。應該喺89年呢推出咗一張叫做《故事的角色》，咁裏面我冇記錯呢，以下呢一首當年嘅上榜歌係首支派台作品嚟嘅，佢係王傑。第21位揾到有佢呢一首作品，下跌咗9位。有可能呢？細細夜雨迎着風飄近，像串起心中一切疑問。相約到此，今已是過時，雨中只好一等，再等。每晚共對，似是多麼近，但彷彿他的心分愛安分。霎若解釋，不願再問，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。W 答中，佢係唔係馬連諾女校啊？即係一年嘅講多錯多呢首歌拍攝嘅 MV 地方，係啊 Marino。係我感覺都好外國啦，已經即係好 New York。迎着風飄近，像串起心中一切疑問。相約到此，今已是過時，雨中只好一等，再等。每晚共對，似是多麼近，但彷彿他的心分愛安分。失約解釋，不願再問，我只一心要求他步近。可能
傑哥王傑有呢首當年嘅上榜歌30年啦。一直喺內地發展嘅傑哥王傑，歌迷終於等到佢推出新專輯啦。新專輯嘅名呢，就用咗佢多年前推出嘅單曲《我知道我是一個已經過氣的歌手》。其實喺樂迷心目中，傑哥嘅人氣一直保持啊。新專輯有呢一首新歌《15歲的那年》。在我15歲的那年，過着孤兒一般的生活。雖然我沒有父母們的照顧，雖然我常常會偷哭，叛逆的我面對誘惑，卻從來沒有踏錯過，自由自在，管他沒人愛我。在我20歲的那年，現實磨練着我的成長，面對着多少困惑，也只能說自己去面對和承受。青春一去無法回頭，我忍着眼淚為生活，倔強的我還依然自我。那時候的我依然是我。愛生活，愛音樂，一切從音樂開始。我係王傑。好，唔該晒傑哥，有呢一首嘅新歌。跟住落嚟我哋聽舊歌，一陣間都有傑哥出現。我頭先講過啦，阿傑哥同埋憶蓮都會再出現，係因為合唱，都係收落喺憶蓮嘅一張《都市觸覺》第一輯嘅唱片裏面有呢一首嘅作品《還有》啊。還有風聲，還有鐘聲，那已是那邊，更不應還有歌聲，就似是為往事來做證。我說過一分手，情意盡邊夠，誰知高漲熱情仍舊拍擊我心頭，盡力避免到最後還有。再繼續纏住我，多少往日愁，反覆心中頭，我往哪一方走，仍駝在背後。從今知道熱情沒法說因由，就是害怕再接受，還有。今日天氣方面呢，係多雲啦，有幾陣雨，天氣寒冷，最高氣溫約15度，吹和緩偏北風，風勢間中清勁嘅。從今知道熱情原是沒
還有今天又接近你身邊，我不知還有幾天，若有緣，願這份情未變。一個好好嘅合作，好成功嘅合作，由呢首《還有》